所以唔需要搞勞動自由行。咁但係我哋過往呢幾年去睇香港嘅勞工權益有所寸進咧，咁啊就係見到咧就係即係嗰經濟嘅內外交困啦，即係財赤嚴重啦，甚至係結構性嘅財赤啦，已經連續喺即係2020年，所謂2021年開始咧，已經係即係年年都係財赤㗎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即使啊，就係勞工界所謂爭取到最低工資1年1檢，同埋咧就係所謂4118咧變成468都好啦，都唔係真正改善到勞工嘅權益。即係4118根本就應該直頭廢除啦，唔應該就係將佢以其他嘅形式繼續保存啦，最低工資咧，佢即使1年1檢，但係佢嘅上限係1%，即使引入咗一個複雜嘅方程式都好啦，真正嘅微言大義係每年上限1%，即係話佢必然係低過每一年嘅通脹率，除非香港陷入通縮。咁所以咧就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見到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但係政府仍然咧係對於勞工嘅權益施加限制，包括工會嘅組織權利，同埋就係呢大規模嘅輸入外勞啊，即係事實上就將香港嘅工資嘅或者勞動待遇已經封頂即係之後咧只會倒退而唔會增加。咁好啦，我哋就嗌下幾句口號先，然之後就讀出我哋今次社民連嘅勞動節聲明。5·1勞動節，5·1勞動節，工人大團結，工人大團結，經濟內外交困，經濟內外交困，捍衛勞工權益，捍衛勞工權益。5·1勞動節，5·1勞動節，工人大團結，工人大團結，捍衛勞工權益，捍衛勞工權益。以下就係社民連嘅聲明。係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咁都想再補充2句啦咁就即係正如我尋日喺呢個法庭就住另外啲傳票嘅結案陳詞所講啦即係今時今日想出嚟去示威表達一啲嘅訴求開街站都好即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冇啲咩嘅宏遠嘅目的㗎啦，即係冇咩宏大嘅理想㗎啦，唔係諗住點樣可以接觸到好多人即係可以突然之間獲得好多人支持我哋社民連咁樣即係純粹可以安全出門口可以順利完成安全返屋企咧，係已經係即係喺呢個近呢4-5年咧係我最大嘅一個心願啦咁所以就即係今日呢個行動亦都係即係相當唔容易啦，望住咁樣嘅天雨咧，都係好俾我哋即係嘅面對緊嘅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因素啦即係咁都艱難地，我哋今日都仍然都可以堅持到今日嘅呢個嘅行動。咁容我而家就讀出個聲明。今年國際勞動節係香港連續6年冇勞動節遊行嘅日子。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辯稱，不舉辦遊行是因為有更有效嘅方法去推動勞工權益議題。
可惜喺愛國者治港下呢，特區政府卻視勞工權益為無物。今年5·1，確實有啲工聯會可以跨言成功爭取嘅項目，例如最低工資由40蚊變到42個1。2022年呢，立法會一早通過咗嘅強積金對沖，終於喺今年嘅5·1係落實。全港各工會爭取多年咧，取消剝奪兼職同零散工福利嘅418連續性僱傭合約嘅工時門檻咧，政府亦都提出修訂，係改為不低4週嘅總工時，不低於68嘅所謂468方案，交由立法會進行審議。但係上述3項嘅修訂何足以勝？首先，呢啲公職咧，其實都係全港工會啊、民間組織啊爭取多年，動員社會向政府施壓嘅結果。抗日戰爭持續8年，但香港勞工嘅鬥爭歷史咧係遠遠唔止到8年嘅。以取消強積金對沖為例，單以2012年梁振英喺競選許下承諾開始咧，2018年政府提出方案，去到今年落實咧，已經係歷時13年。標準工時委員會政府喺13年成立，至今未有寸進，更遑論呢，其實呢啲公職本身都係千瘡百孔。喺劃線之前嘅強積金僱主供款呢，係不在取消對沖範圍內嘅。最低工資42個1，月薪咧只係8756，低於就業貧窮嘅11250蚊，呢一條全港入息中位數一半嘅呢度貧窮線。而468方案呢，已經有人擔心僱主咧可以用467，即係啱啱壓線，稍為低過呢個法定要求要遵守僱傭條例嘅呢啲方法嚟逃避。反觀李家超政府對於老闆要求輸入外勞咧，卻十分之快捷，口齒托比，顯而易見。工聯會自認代表工人，喺愛國者治港嘅管治架構下咧，既有立法會議員，又有貴為局長、副局長等等嘅呢啲工聯會嘅代表咧，躋身於建制廟堂內，勞工權益卻被犧牲。工聯會所謂嘅其他有效方法竟然未有效。今年5·1勞動節，全港打工仔嘅不但舊問題未解決，新問題又接踵而嚟啦。而我哋嘅香港咧，特別係零售啦、飲食啦、旅遊業啦，近年都係負增長。零售同飲食嘅失業率咧，今年首季係4.3%同埋5.3%嘅。即係當我哋見到新聞講話，我哋失業率都係維持3.2嘅時候咧，其實呢某呢兩個行業咧係一直咁樣去上升緊。而呢兩個行業入息中位數分別為15500同17000，低於全港入息中位數嘅22500。建造業失業率更有5%，開工不足率為4%，遠遠高於全港1.1% 嘅開工不足率呢個水平啦。咁呢3個行業其實都係輸入外勞嘅重災區，所以就係舊嘅問題仍然未解決啦。但係中美貿易戰引發嘅新困難又展開，特朗普政府實施損人不利己的高關稅壁壘。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嘅商品進口國，對全球經濟咧咁樣造成嚴重嘅影響，特別係出口主導嘅經濟體。即使關稅戰稍有緩和咧，但特朗普政府高舉美國優先，推進製造業回流同埋美元貶值嘅新經濟秩序，勢將動搖對跨國企業有利嘅全球化生產模式。全球化投資佈局咧喺生產供應鏈喺關稅同匯率不穩定下咧，將面對巨大嘅不確定性。投資同生產嘅經濟活動必定係放緩。香港係一個細小嘅經濟體啦，過去夾於中美兩國間，當中美貿易順暢時扮演中介嘅角色，從中取利。
但係過去香港嘅基層打工仔咧，都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一旦中美展開貿易戰，香港將會首當其衝。最直接影響嘅係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嘅物流業同埋呢個貿易及物流業。2024年香港同美國嘅進口貿易排名咧係第3，僅次於中國同台灣。近年越南喺香港嘅出口貿易跳升到第3名啦，同東盟國家嘅貿易往來都不斷增加，明顯就係中國加一呢種嘅生產鏈佈局嘅結果。面對全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各項生產投資活動放緩，受影響嘅唔單止係進出口貿易啦，漣漪效應下，相繼嘅物流、倉存、金融、保險、商業更廣泛嘅行業都會有唔同程度嘅影響，而零售、飲食、旅遊業呢，就只會係雪上加霜。打工仔女即使保得住份工，亦都未必保得住份人工。當全球嘅經濟組織同國家都發出經濟放緩甚至衰退警告嘅時候呢，同香港同為外向型細小經濟體嘅新加坡，即使美國施加10%嘅關稅，遠低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佢嘅總理亦都第一時間向國民詳細解釋國際形勢發展以及美國關稅可能造成嘅影響，並表示將以儲備金、國人團結同堅定嘅意志應對未來。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將全年 GDP 增長預測由之前嘅1%至3%下調到0%至2%。反觀特區政府除加入罵戰，陳茂波誇言在美上市嘅中資企業會回流，將對香港金融市場大好等利好言談之外，未有對本地經濟特別係打工仔女嘅影響作出預測及分析。全球均估計美國將放慢減息嘅步伐，特區政府卻冇重新去審視香港發展形勢，減低超級建設同埋對外嘅借貸，令人擔心香港一方面經濟放緩、赤字加大，另一方面呢卻係債台高築。當然，新加坡總理快速嘅回應呢，無疑係同5月3號當地即將舉行大選有關啦，想拎到市民嘅選票，自然要對應市民關心嘅問題。可惜香港嘅管治架構，由政府到立法會都冇聽到一絲對打工仔女喺國際角力下嘅關懷同提出保障措施。今日係5·1勞動節，紀念100多年之前呢，前人為爭取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自由分配時間，前赴後繼捍衛勞動尊嚴、張揚勞工權益嘅日子。所以我哋今日都喺度要求有7項嘅訴求嘅。第一，推行全民普選，恢復集體談判權，讓勞動者擁有真正的決策權，保障市民思想、表達、出版、參選等公民權利。2，按樂施會建議，調整最低工資為生活工資，水平應為61個半，並取消418連續僱傭合約限制，杜絕無良僱主走法律罅。3，停止輸入外勞，改善勞工待遇，加強培訓本地勞工。4，訂立標準工時、失業援助金，保障基層勞工享有基本生活質素。5，盡快就其他勞工職業安全相關事項立法。6，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增建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7，停止明日大嶼及北部都會區計劃，改以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地產商囤地、鄉村發展用地及棕地逐步發展，大量增建公營房屋，確保3年上樓嘅承諾。社會民主連線2025年
月1號。5一勞動節，工人大團結，經濟內外交困，誓保工人權益。遞信啊！係咪遞信啊？遞信。我哋交信啊！我有人做。等。擺低少少俾我。我一路咧，一路你配合咯。5一勞動節，工人大團結，經濟內外交困，保障工人生活，捍衛勞動尊嚴。5一勞動節，工人大團結，捍衛勞工權益。好，唔該晒。今日我哋嘅行動咧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今日嘅5一勞動節本來係一個普通，其實因為今日咧全球嘅國家，我諗包括北韓啦，都會喺5一勞動節咧就會舉行一個大遊行慶祝勞動節嘅呢個節日嘅，同埋亦都係爭取勞工權益嘅日子。咁但係我哋見到啦，今日嘅5一嚟講咧，即係我哋今次一個咁小型嘅一個遊行，亦都係咁和平嘅遊行，係其實都係面對不同嘅壓力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慶幸啦，即係我哋都能夠企喺度，即係完成我哋今次嘅示威行動啦。咁希望咧，我哋真係而家個目標話就好似阿發仔所講，平平安安出嚟，平平安安回家。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可笑，亦都係一個好可悲嘅一個現象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會係為咗我哋呢個香港人嗰個權益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努力嘅。咁同埋我哋亦都想講翻一句，就好可悲嘅就係，其實如果當有其他嘅立法會嘅即係反對派嘅立法會議員如果喺立法局嘅立法會嘅話咧，我相信而家咁嘅情況，即係話喺面對住咁大嘅經濟嘅不確定性，同埋有好多嘅經濟放緩嘅跡象咧，都應該喺立法會度應該就不斷咁討論點樣係政府如何去保障我哋勞工嘅權益，同埋有啲乜嘢嘅政策。正如好似我正話講嘅新加坡總理係咪第一時間走出嚟講嘢，無論佢係一個競選造勢活動都好啦，咁你都會知道佢係一個競選嘅重要性，就係話你要我張選票，你就要講選民關心嘅嘢。咁所以我諗其實社民一直都講得好清楚啦，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咁我諗今時今日嘅香港咧，更加係好清楚咁表達出嚟。咁好啦，好多謝各位出席我哋呢個活動，今次嘅活動咧係完成啦。有冇嘢問？冇嘢問我係走㗎啦。OK。